行政長官如果佢有意見咧，佢可以直接寫封信俾個委員會，或者自己出席個閉門會議都得嘅，係嘛？就唔應該透過一位議員嚟表達佢意見。咁周議員佢草擬文件當然都可以吸納不同意見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政府都會出份草擬文件俾人睇，但佢應該自己消化咗至出，唔應該就咁樣出啦，係嘛？因為立法會始終有個獨立嘅監察角色啊嘛。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辭任呢個委員會嘅成員。其實呢一個係公眾觀感嘅問題最重要，即係如果你有一個人直接牽涉到利益衝突，而唔被席嘅話，呢個秘書處我唔知秘書處點同佢講啦，係從法律嗰個觀點啦，又話從其他嘅觀點去講啦。法律觀點可能法律上冇問題，咁但係觀感上有冇問題呢？會唔會將來你成個委員會嗰個結論俾人哋去質疑呢？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。我只能夠答到呢個地步，就係佢要為自己做嘅事負責。好明顯咧，黃國健除咗琴日講話想將委員會解散，協助去到幫呢個周浩鼎舒壓，讓成個委員會陪葬將件小嘅洗牌重來呢一點嘅建議之外咧，呢個另一個荒誕嘅説法，都係個目的係一樣啦，即係轉移焦點。